咱来看啊，国书第3章。咱顶礼拜，咱开始看雅各书第3章的时阵，咱讲第3章有法通分做2大部分啊。头一部分就是第1节到12节，也是讲到要怎啊来管理咱的字头啊，就是咱的言语方面要怎啊，咱着小心。然后第2部分就是对13节到18节，也是咱今仔日啊所要看的一节经啊的一段。伊是讲到属天的智慧啊，伊是讲到属天的智慧啊。咱来三合来读啊，咱现开咱的圣经，咱三合来读第13章啊，第3章第13节开始。伊讲恁中间谁也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伊就着伫智慧的温柔顶面显出伊的善行来。恁心内若怀着苦毒的怨妒甲纷争，就毋通自夸，也毋通讲白贼话，抵挡真理。安尼的智慧，毋是对顶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伫什么所在有怨妒纷争，就伫什么所在有缭乱甲逐样的歹事。独独对顶头来的智慧，台先是清洁，后来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人民，罪结善果，无有偏见，无有假冒，并且互人和平的，是因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啊，所栽种的义果。啊，咱读的时阵啊，咱有法通注意到，就是这段讲到什么？讲到智慧啊，这段讲到智慧。头一段讲到咱的言语，所以咱的言语其实甲智慧真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咱看这章的时阵，第1节到12节就好好来管理咱的字头。要怎管理呢？13到18节就是讲，咱需要有什么？属天的智慧，才会晓人管理咱的字头。然后咱有属天的智慧啊，伫咱讲话做代志顶面，甲人的关系才有法通好好啊。真侪时阵啊，顶礼拜有小可讲到，就是因为言语啊，咱讲话的时阵常常得罪人，真侪问题就因为言语来啊，言语啊所讲袂好势的时阵啊，所以有真侪冤家的代志。但是咱要甲人相处好势的时阵啊，咱必须干啊，着有智慧啊，必须着有智慧啊。毋单单讲说，咱看到讲一款的不好啊，伫家庭中常常会出现啊，伫社会顶面也是会看到啊，甚至伫教会顶面，咱也是有法通看到。啊，这个无法通真共好避免啊，因为人甲人相做伙的时阵啊，会去干啊，会去磨掉人啊，会去啊，人甲人讲话的时阵啊，会伤到人啊。我记得捌一摆有一个讲员讲啊，我感觉真趣味啊。伊讲人甲人啊之间啊。有时难免会因为一个代志啊会生架啊。伊讲你看卖咱的喙齿甲咱的指头啊，喙齿啊，咱也是有时阵也是去夹着咱的指甲啊，夹着时也是真疼啊。当然指甲会感觉讲伊是牙软的啊，然后喙齿是什么啊？牙短啊，有时阵夹着啊，咱也感觉讲，哎呀，我的人都较乖甲故意啊，甲老实啊，互人骗啊，感觉真袂爽啊。但是有另外一方面，就记日来去讲员讲啊，伊讲咱的喙齿啊，甲指甲常常夹着啊，但是无偌久啊，你若看喙齿会渐干啊无去啊，喙齿会无去啊，会亲像剩指甲那样啊。
当然人做迄个时阵啊，喙齿拢总会无去啊。伊讲咱吞忍上帝会将一切该创伫土色所以咱看到人有迄款需要智慧我看到一个故事感觉真趣味伊讲有一个人伊坐船伊的船翻的时阵伊就漂流伫一个荒岛顶面伊安尼真久的时间差不多5-6年的时间。忽然有一只船就看到伊就来到伊的这个荒岛咧因有看到伊有烟所以迄个船长落来的时阵哇，伊个人就真欢喜船长就问讲你伫遮偌久了？伊讲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船长讲哇，你5-6年你家伫一个荒岛内面还有法通生活，然后当这个船长看的时阵伊看到有3个。搭3间厝就是用迄个用手机嘛煞搭3间就讲你只有敢若有3块厝伊讲迄块是啥物伊讲迄个伫中头的迄个是我现在时咧徛的所在伊讲伫你正边的咧，伊讲迄个伫正边是迄个伫正边是我现在是我的教会啦所以就拜日我咧去礼拜伊讲倒边的迄个咧，伊讲迄个是我旧时的教会啦，我旧时的教会所以看咱村意思讲，伫教会内面也无好所以伊就家己佫搬出来，我创另外一个教会但是伫遮咱会看到雅各伊写这个时阵其实伫伊所写的在教会顶面有发生一款的代志有发生一款的代志所以雅各毋但讲信徒讲因的生活是怎也有讲到伫教会内面因为因有啥物有冤家是讲有自私的一件物件伫底但是主要是对啥物对言语来所以咱若要分段第13节到18节咱有法通分做几段呢咱有法通分做几段咱若分做3段所以头一段就是伫第13节13节讲到行为顶面就显出智慧来然后14到16就讲咱着明白属对的智慧到底是啥物咱看到伊互人看到伊的性质啥物伊的表现还是伊的结果是怎然后第17节到18节就讲咱着追求属天的智慧所以一段内面讲到智慧讲到2款的智慧，一个是属对的智慧，一个属天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伫第13节里开始伊讲恁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恁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咱会记得伫第3章第1节的时阵第1、第2节雅各是咧讲到当作时伫教会内面有一个先生或者教师所以伊就劝因讲说毋通逐个人爱做教师因为教师干上帝要甲因算数的时阵对因较严会较严因为真侪教师因为感觉讲认为讲因是有智慧的人所以雅各伫遮就问一个这个叫做这个问题讲恁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伊讲着伫智慧的温柔顶面显出伊的现形来要显出伊的好的行为来咱头先来讲到智慧什么是智慧智慧英文希腊文是叫做 Sophia 所以咱有真侪人或者 Sophia 意思就是智慧这个 Barclay 有一个解经家伫伊的新约原文的理解当中伊讲这个字Sophia 是翻译的时阵就是讲一般翻译就是翻译做智慧但是伫这个所在伫雅各书所讲的伊毋是孤单讲到智慧来听伊讲伊是一个什么终极的智慧就是做伫后还是做伫前的一款智慧对于代志对于物件
有迄款做地权的智慧啊。这有法通讲啊，是人是关于人甲上帝甲伊的原因的迄款智慧啊。咱看一件代志啊，咱就了解，要怎了解这项代志的后面到底是啥物啊？怎知影讲这项代志对上帝的角度来看啥物？这款是伊所讲的智慧啊。然后奥古斯丁啊，伊讲这个智慧啊，是属于隐形的代志的智慧啊，所以毋是讲单属对的智慧啊，伊是属于隐形的啊，是隐形啊，是最重的啊，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啊。伊讲这个智慧啊，关于上帝物件是人的头脑所无法通达到的最低悬啊，还是最低远的所在啊。所以雅各伫遮咧讲的智慧啊，毋是普通的智慧啊，乃是有法通啥物啊？洞察力，有法通察验啊，真实物件的真实啊，伊的真相的能力是怎啊？的真相啊，英文是讲 Wisdom is the insight into the true nature of things。所以这个物件啊，这项代志发生啊，伊到底伊的原因是啥物啊？伊的真相到底啥物啊？所以这个毋是人有法通对咱什么学习的啊，还是对读册的内面所得到的，这个是什么？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换一句话讲，这个是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啊，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啊。第二个问题讲，谁啊是有智慧，谁啊是有见识的啊？见识啊，这个字啊。伫新约啊，规本新约啊，那有伫这个所在出现啦，出现啦。这个知识啊，有啥物啊？伊有技巧的意思伫内面啊。技巧就是你做代志啊，你有迄款会晓要怎啊做代志啊。伫古约啊，一字字古约叫做70书的译本啊，74译本啊，咱知影古约是啥物？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写。但是伫主前差不多200年主前200年的时阵有70个叫做有70个拉比啊，就是真高的在希伯来犹太人的教师啊。因伫埃及的 Alexandria， 伊就开始将几本的古约圣经啊，该翻译做希腊文啊。因为当初时当伫差不多主前300几年当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伊按遐攻破差不多规个中东规个欧洲给互希腊国来管理的时阵因就将因的文化分散到各地所在所以伫当初时就对300几年到甚至到耶稣到差不多主后200-300年希腊文也阁是伫当初时逐个人所熟悉的逐个人所咧用的一个言语所以伫差不多主前200年所以有70个在教师因就伫 Alexandria 埃及就将古约的圣经来翻译做希腊文伊叫做74译本因为有70个人来翻译一本圣经74译本变做在读古约的你若看希腊文的这个是一个叫做有权威的一本圣经所以伫这个70书译本的内面译本内面伊用翻译这个见识这个字就是讲到当初时以色列人上摩西有差派还是讲委派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审判官咧来判断以色列人因的代志所以讲到因有见识的时阵就是讲因在审判官对代志伊有迄款的洞察力洞察力
然后因有迄款的分析力啊，所以要来分析讲，即项代志、即项案件着怎样来做。啊，因敢若哪有安尼诶？因哪有迄款的见识啊？啊，其实你若看圣经啊，是上帝的灵啊，降临到即个事事啊，啊是在审判官的身上。所以外国讲上啊有见识，上啊有智慧、知识见识啊，意思是上啊有对上帝遐来的一款诶物件啊。所以咱人中国人啊，真爱知识啊，啊，咱爱讲，所以中国人较最爱干啊，爱读册啊，因为咱认为讲，若读册啊，啊有囡仔读册啊，好好读册的时阵啊，有知识有聪明，后摆将来的前途啊，才是真好。所以咱中国人有一个叫做什么啊？望子成龙啊，啊，希望伊敢有法通请这灵啊，望女成父啊，啊，所以成凤啊，所以囡仔爸母啊，爱互囡仔敢若有聪明智慧，要怎啊？所以逐摆啊，囡仔咧长大的时阵啊，咱会买真济的药啊，啊是互一个补头脑的啊，啊是一个食物啊，啊是什物补的啊，咱会尽量一直补啊，讲甲有法通干啊，互囡仔较聪明啊，啊，但是有诶欠彩有较聪明啊，但是咱看到有诶也阁是啊聪明，也阁毋是啊聪明啊，但是咱中国人啊，伊囡仔诶聪明啊。是看伊读册读偌好啊，看有头名某，看有二名某啊，若三名也阁是无够额着头名啊。但是啊，到底圣经讲的智慧哦，毋是对遐来的，啊，毋是对遐。所以咱要怎啊有知识呢？啊，是讲要怎啊有得着智慧呢？其实雅各书啊，第一章啊，有甲人讲啊，啊，你若圣经诶，咱家掀开雅各书第一章第50啊，啊，第一章第50啊。咱就会看到雅各啊，伫开始的时阵啊，伊就讲到智慧啊。雅各书第一章第50啊，伊讲啥物啊？恁中间若有缺少啥物啊？缺少智慧的，就着求迄个好事互忠心人啊，无知识人的上帝，主就立刻赐互伊啊。所以头一个咱要怎样得到智慧啊？就是着求上帝啊。上帝真乐意啊，会将智慧赏赐互人。伫旧约，咱看到有一个人啊，叫做所罗门啊，伊做王啊。伊一摆啊，伊忘记的时阵啊，上帝向伊显现讲：你要伫啥物啊？所罗门该求啥物啊？智慧啊！伊讲：你的百姓真多啊，出力真多，我着需要聪明智慧啊，我才有法通来好好管理你的百姓。所以伊求智慧的时阵啊，上帝将智慧赏赐互伊啊。有法通讲啥物啊？啊，所罗门啊，是全世界啊，古今将来啊，拢总所有的人做地巧的，上啊互伊啊，上帝互伊啊。但是孤单求智慧也阁是无够额，孤单求智慧无够额啊。第二项真重要啊，着敬畏耶和华啊，着敬畏耶和华。咱来看一段的经文啊，啊是伫啊箴言啊第9章第10节啊，啊咱真熟的一节圣经节啊。箴言9章10節，咱大家三甲來讀哈。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明白知性者便是聰明啊。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明白知性者便是聰明。所以咱看到啊，這個啥，這個王啊，啊，所羅門王啊，伊求智慧啊，但是雖然伊求智慧啊，有一個物件。啊，伫伊的身上，咱會看到呀，就是伊有敬畏耶和華的心嘛。啊，當伊敬畏耶和華的心嘛，然後伊求智慧啊，上帝就將智慧按遐來賞賜互伊。咱看到伊的一生啊，所羅門的一生，到伊年老的時陣啊，當伊啊離開上帝啊，當伊袂曉敬畏上帝啊，去敬拜伊在外邦的神的時陣啊，伊干啊？伊也落這啊，甚至咱講聖經講，伊做真濟糊塗的代志啊，所以出來伊的智慧，伊的聰明智慧就啦無去啊，因為干啊，伊袂曉敬畏耶和華，所以伊佇遐犯罪啊。啊，你會發通佇列王紀上11章第1到13節啊。所以咱要着智慧啊，頭一項咱就跟上帝求，伊要互咱啊。第二項啊，咱就尊重就是咩啊？敬畏上帝的心，
其实咱若敬畏上帝啊，照着上帝的心思心意去行的时阵啊，这个啊才是智慧啊。虽然智慧啊，有法通对经历按遐来个呐，摕来啊，咱若年纪愈做啊，咱经历愈做的时阵啊，有影咱的智慧会比别人较多啊。咱常常会听到有人讲啊，伊讲我行的路啊，比你嫁的桥较呐，搁较多啊。我食的盐比你食的米搁较多啊。是毋是食伤过多盐啊？所以年纪大的时阵啊，血压也真高啊。有诶搁再有诶搁什么腰疾病啊。但是伊意思就是讲，我的智慧啊，是因为我经历来是的。智慧是啊，有伊经历，有伊的价值啊，对伊价值，但是伊永远毋是属天的智慧啊，属天。所以上啊是有属天的智慧啊。你甲上帝土地有敬畏也好好的时阵，你要怎样知影伊有属天的智慧啊？毋是啊。刷落去，伊讲伫第一节啊，伊讲恁就着伫智慧的温柔顶面显出伊的现形伊的善行，伊好的代志来，伊好的代志啊。原来啊，雅各讲啊，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咱要怎样知影？毋是伊偌高讲话啊，哪一时间啊，伊的温柔，伊有好的代志啊，然后有温柔来啊。这个温柔的意思啊，是来，什么是温柔啊？温柔这个字啊，是咧形容啊，一只野马啊，一只野马啊，去互已经互迄个互一个人啊，好好甲伊训练啊，训练到伊有法通听主人的话啊，主人要叫伊停，伊就停；主人要叫伊行，伊就行。所以已经训练了咯啊，伊会晓来顺服啊。意思是干啊，只野马啊已经受管理咯，已经受管理。所以雅各伫遮讲到咱的智慧有温柔啊，意思是有互上帝所管理啊。有法通顺服上帝啊，有法通顺服心灵的带领，这个人啊，才是干啊，才是有智慧啊。然后伊有好的行为啊，好的行为，这两个字啊，伫原文内面啊，也是用两个字合起来啊。现行啊，是两个字内面两个字啊。头一个字啊的意思啊，就是明显啊，是叫做亮显啊，是好的啊。第二个字啊的意思啊，是工作啊，第二啊是叫做行为啊。所以美显美好的行为啊，意思是头一项是讲到伊的人格啊，伊的品格是好的啊。然后第二是伊的工作是伊的工程是做得好的啊。意思是什么？这个有智慧的人啊，伊的人格才是好势啊。第二，伊做的代志啊，袂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啊，将做得好的做出来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什么？伊的人甲伊所做伊所做两个就好势。咱看到伫社会啊，现在是真侪人咧找一个咧找伊的要来食伊的头路啊。因咧找什么？找讲谁真够啊，有法通做真侪代志啊。真罕是去问看卖看伊的品格是怎啊？但是有一家公司啊，因毋难啊，公司看你偌敖做代志啊，伊会看你的品格偌好啊。咱基督徒啊，还是讲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必须着有两项有两项啊。所以你的智慧啊，雅各就讲最特别最显性，讲智慧毋是孤单伫话内面，你晓教导人啊，乃是伫你的生活顶有法通印证啊，有法通发出真侪的成果啊。到第18节的时阵，雅各就讲这好的价值啊，其实是叫做公义的价值啊，义家义国所以咱较晚会阁看迄个。所以你看雅各伊就是真注重一个物件什么？像咱的信心人基督徒的信心是抽象的是袂看到啊。但是伊讲什么？你的信心无行为啊！你信心若无行为，你信心是死的无路用的。所以你着将你抽象的物件，加着你的行为表达出来。相反，你的智慧毋是孤单用你的嘴讲出来乃是着将伫你的生活顶面就有显出什么？
好的价值啊，好的工作才有法通看起啦。所以伫刷落去啊，第14节啊，96节的时阵啊，雅各啊，伊就讲啊到啊，属天还是属地啊诶智慧啊，只有讲到两个，一个是属地的智慧，一个是属天的智慧啊。啊，伫第14节啊，咱来看咱的圣经啊，第14节啊，伊讲恁心内面若怀着苦毒的怨妒甲纷争，就毋通自夸，毋通讲白贼话来抵挡真理。所以人就讲属地的智慧是啥物啊？属地的智慧啊，的性质啊，伊就是会有苦毒，会有怨妒啊，苦毒的怨妒啊，苦毒的怨妒。有的人真巧啊，但是伊敢若咱讲伊无安全感嘛，所以伊的怨妒心真大，甚至这个是苦毒的，就是讲伊无法通，伊不满对方啊，还是别人所讲所做，伊家己感觉啊，什么心内面啊，因为伊认为伊真牛啊，伊认为伊所讲的是对啊，所以有迄款的偏激，迄款的热心啊，偏激的反应啊。啊，反映讲，无你的人袂做你安尼袂做，伊无去了解讲到底迄个人讲啥。其实即款的偏激啊，兼且就是像第一章所讲的讲，咱的手气袂什么，袂成就上帝的旨。兼且为着上帝缘故啊，伊就感觉别人做无好势啊，伊就安尼发手气啊。其实啊，伊毋是为着上帝缘故，其实伊是为着伊家己干啊。伊心内面有怨妒，所以既然有怨妒的时阵啊，伊认为伊是咧干啊替天行道啊，飞天行道的迄款的态度，迄款的态度。其实雅各直接讲啊，因毋是干啊，毋是为着主的缘故啊，毋是为着要替天行道啊，乃是因为因怨妒的缘故。人会怨妒袂？会啊，啊，若那怨妒啊？因为你比我较好啊，你比我较牛，你比我较干啊，所以干啊会怨妒。所以人也想比起来的时阵啊，会怨妒。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啊，常常讲一句话啊，伊讲啊，伊是台湾人啊，你讲啊，你们年轻人啊要小心啊，不要人比人啊，唔通人比人啊。伊讲什么？如果你比上啊不足啊，比下有余啊。伊讲你若比上啊，你若甲别人比你较悬的比的时阵啊，你感觉你无够格。你若感觉你无够格的时阵，你干哪？你无够格的时阵啊，你会怨妒。你若比下啊，比别人比你较低啊，你感觉你比你较高啊，所以你会骄傲。伊讲咱唔通甲人比所以则无迄款的怨妒心嘛。第二啊，毋但若怨妒属天属地的智慧啊，会互人纷争啊，互人纷争啊，就是有迄款纷争到底什么意思呢？咱若看圣经别个版本啊，伊会安怎甲伊翻译做 ambition 就是个这野心啊，还是私心啊？野心还是私心啊？其实这句话啊，就是讲到什么？人有一款的私心啊，有一款的自私的心啊，只顾家己，无顾别人啊。敢若纷争呢？因为伊是自私啊，伊是有自私啊。那人有迄款的自私的心，人有迄款的野心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咱若问ambition， 咱有迄款的梦想到底是对啊毋对啊？咱中国人有种野心，另外一个是叫做什么啊？雄心啊，雄心啊，野心甲雄心，啥物无相啥物咱毋通有野心啊，但是咱嘛着有迄款的雄心所以这两个怎啊来分辨啊？怎啊来分辨啊？我记得我去看 internet 我讲这个是怎啊分辨伊就讲什么是雄心什么是雄心伊讲这是一种的理想是一种直接中上
真处的精神啊！我爱做这样代志，我做更较好势，做这个好势，所以这个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伊袂话有无光彩的代志掺杂伫内面啊！伊袂话伤害到其余的人啊！这个是叫做上心。野心是啥物呢？伊讲野心啊，是一款非分的欲望。所以我爱达他到遐，但是知影，这个毋是咱什么诶分啊，毋是咱应该得到的。但是有一款非任之想，即往往咱啊会无管你用啥物手段，治疗要达到目的的。既然安尼做啊，会危害人，会威胁其余的人啊。我感觉伊讲啊真水啊！啥物是忠心，啥物是野心啊？对队长来啊，是迄款的野心啊，因为伊有自私的心啊，伊经会干啊变做自夸啊，因为干啊伊那会自夸呢，因为伊会干啊贬达别人啊，将别人创啊真假，以为家己干啊，我拢总做就好，所以这个自夸其实就是骄傲了。就是骄傲，认为家己的见解啊，才是最得着的。因为干啊，家己的见解内面有家己的利益，为着家己的利益来争啊。我记得人甲人啊，因为骄傲的时阵啊，英文咱叫做 pride 啊，常常会发生一个代志。伫1986年伫1986年伫叫做 Black Sea 就是中东甲顶面的遐有一个海有两只船一只是叫做什么咧拖黑色的一只是载人的但是因安遐相拄的时阵因就安遐相争所以相争了后有真侪人死你看若是咱会相争因就去研究因去看的时阵因去该好好去看卖看若是咱会相争因发现这个毋是机器无好势乃是因为人的问题敢若咱人的问题因为这两只船的船长两个船长也骄傲伊认为讲说伊行是对迄位认为讲我行的路是对的所以你着闪你莫咪讲你着闪所以两个坚持因为因有骄傲因坚持的时阵人敢若就看到真侪人丧命人有时阵对咱以为家己讲的才是对家己做的才是对咱坚持到底的时阵咱会害毋但害家己咱会害别人然后第四讲到毋但自夸这个会讲白贼话当然咱知影因为你认为你家己讲的对有时阵你若家己感觉袂好势的时阵会用也做会白贼话甚至第五伊讲干这个是咧抵挡真理的有的人认为讲伊是咧维护真理其实伊毋是啦伊毋是所以外国伫这所在互人看到绝对的智慧的六款伊就互咱会记得伫第3章的第6节咱若看圣经的第6节讲啥第3章第6节伊讲指头是一个敢若罪恶的世界所以罪恶的世界所以有真侪物件会出来所以讲话着敢若小心当一个人用伊的嘴安遐来夸口的时阵伊毋是智慧要智慧必须着温柔着用温柔然后有好的行为所以伫第15节伊就别人讲这个绝对的智慧是对倒落来15节伊讲安尼的智慧毋是对顶头来乃是绝对情欲属规模外国伫遮用真重的话讲伊讲头一项伊是绝对意思绝对是看世间的代志然后伊是暂时的第二伊是属情欲的是属血气的这个情欲这个理是血气这个理就是讲咱一个人互做管合的时阵咱属血气的时阵咱就是属情欲的第三更较重的话伊讲这款智慧是按倒落来是属规模来是属规模干那是属规模来因为伊是坏来
败坏人的啊，看起来咱好好的啊，但是伊是败坏人。第二，伊是甲上帝为对敌的，所以啊，伫遮真严厉会讲啊，讲上帝啊，上帝的一款的智慧啊，是败坏带来啊，是败坏啊，然后伊是甲上帝对敌啊。所以伊讲啊，伫第16节伊刷落去讲啊，伊讲是伫什么所在啊？有怨斗有纷争啊，就什么所在有扰乱啊，甲逐样会歹的代志啊。结果怎啊？结果就是扰乱啊，扰乱就是混乱的意思啊，有混乱的意思啊。无论伫家庭啊，无论伫教会啊，无论伫公司啊，无论伫什么情况啊，一群的人内面啊，若有怨斗，若有纷争的代志啊，在是什么啊？会无得安宁的啊，无得安宁的。毋但啊，会亚乱啊。咱看到第二，伊讲什么？有逐款会歹代志。什么是叫做歹代志？当然歹代志，吼，咱讲一个无好的代志是啊，但是伫遮的时阵啊，外国写的讲歹代志啊，较主要伊是指什么？无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啊。所以你做出来的时阵啊，有真侪活动，有做真侪物件，但是计时间啊，计是无意义的啊。所以讲当纷争激动的时阵啊，会产生什么混乱啊，甲一个无意义的争吵的冤家啊。所以出来的时阵所做啊是无意义的。所以第15节、16节啊，伊就讲啊到上帝的智慧的性质啊，甲伊的结果是带来纷争的。然后第17、18节啊，伊讲咱就会晓追求属天的智慧啊，属天的智慧啊。咱看第17节啊，看第17节，因讲独独对顶头来的智慧，台先是清洁的，后来则是和平的，温良柔顺。满有人民，做结善家，无有偏见，无有假冒，并且互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家。啊，所以雅各伫遮讲对上帝来的智慧，头先是什么？清气啊，是清洁的。头先这个字，头先啊，伊有什么？叫做最基本的意思啊，就是讲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智慧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就是清洁，是清气啊！啊，有法人讲智慧啊，伊的核心的素质啊，就是清气啊。这个是叫做 inner quality， 咱内面的素质啊。然后啊，伊讲啊，然后啊，这个然后啊，就是啊，其次啊，刷落去啊，是指一个甲外围啊。一个特性啊，是叫做 outer characteristic 啊，所以你内面啊，inner 啊，quality 啊，内面的素质是什么？是清气啊，然后再会表现出外面啊，一个特性啊，就是后面所讲的啊，这个清洁啊，当然伊是指啊到什么？指啊到道德人民的纯洁，道德人民的纯洁，伊是正直的。伊是忠信，然后伊是什么？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所以这是上帝啊。现主是啊，咱是进入到咱叫做啊，现主是叫做 postmodernism 啊，postmodernism 是后现代时期啊，后现代的时期啊。啊，第189几年啊。开始啊，刚开始有真多什么发明啊，人就开始进入叫做 modern 啊，叫做 modern 啊，还是叫做现代的时期啊。所以现代的时期啊，人感觉真了不起啊，人来感觉了不起啊，因为18世纪、19世纪啊，开始来提倡什么人本主义啊，人本主义啊，就是讲啊，伫世界顶面啊，最重要啊是人啊，人真够，人有法通用伊的思想啊，甚至用科学啊去来研究一切啊，去来断定一切啊。所以讲说，科学有法通
明白的啊，有法通解释的啊，才是对的啊。所以因就开始将上帝的代志啊、属灵的代志放伫一边啊。这个是叫做 modern 啊，modernism 嘛。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因就发现讲，人虽然讲已经真 modern 了真modern了，真侪发明真好势，但是人会敢若会道德啊是愈来愈差，因为第一世纪大战啊，甲第二世纪的大战啊，人死啊几落百万人啊，敢若人哪会反什么啊？反残忍啊！反残忍啊！所以开始啊，对人啊对讲说，咱人到底着怎啊？所以从迄摆开始，咱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啊，高现主义叫做 postmodernism 嘛，就是后现代的时期啊。后现代时期啊，无我知伊标榜迄个科学啊，科学重要啊，但是毋是最最重要啊。人开始讲什么？其实咱人咱就看咱家己啊。然后看咱家己什么是咱认为做得好的，咱有法通得到啥得到啥？这个就是叫做 consumerism 就是消费者主义消费者的主义这样代志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才去做对我无好处，我袂去做。然后咱人无讲到对甲毋对所以人现主时毋是讲这样代志是对毋是毋对但是讲这样代志什么伊是有方便还是无？这样代志方便还是无？伊若无方便，国家是对的，我袂去做。但是伊若是方便，国家是犯法的，我若有法通律师，国家好势。所以人就变无迄款即款的准则无阮的准则，什么是对，什么毋对开始变讲什么？你家己去看。所以咱现在做事，咱看到世界有真侪同性恋的代志会发生同性恋的代志发生因就伫遐咧来推翻，是咧来破坏家庭到底是什么因来破坏家庭然后有真侪伊做起毋对然后你讲无圣经安尼讲，伊讲圣经是安尼讲但是我认为毋是安尼伫差不多20年前伫美国这个教会咱看咱村是，阮也无见到是新公会新公会的叫做因的宗派内面因遐有一家人就是赞成一款同性恋的代志同性恋的代志所以人问伊的时阵该讲敢是圣经有讲同性恋是毋对迄位主教毋知是叫做主教，但是伊也是真贵。伊讲圣经是安尼讲但是伊的解释毋是安尼所以伊有伊家己的解释所以人将伊家己的看法该当做得到的我记得阮伫美国的时阵阮参加的教会教会阮有去参加一个年会这个是叫做 Baptist 浸信会浸信会内面阮有差不多780间的教会联合做一个，然后有一间的教会因为有差不多100年的历史咯，有100年的历史然后因伫阮开会的迄段的时间因遐有一位牧师因叫做传道人叫做青年的传道人然后因甲伊按牧应该按牧这位青年的传道人伊是叫做什么伊是同性恋的伊是同性恋伊毋单是同性恋，伊是叫做 practicing homosexual 意思是什么伊有伊的生活就是安尼，伊有咧做但是去教会佫甲伊按牧做牧师当然伊教会内面有一家会友反对所以因家己教会也是有真大的争执到落尾因也是甲伊按牧所以阮在别个伊甲阮送一个会年会内面的人真侪教会就讲认为讲安尼袂用的你就知影伊是同性恋，干那你那个给按牧做牧师所以阮就一家教会就跟一个年会讲咱袂做你过来接受伊做咱的会员所以就开一个大会开一个大会叫拢种教会的人去然后大家坐伫礼堂的时阵伊就有2支麦克一个伫正边，一个伫倒边然后伊讲伫倒边你若反
反对同性恋的你就是排伫这边你会做你去讲一个人讲3分钟讲3分钟，干你哪反对伫这边你会做你去排你讲干字，咱就接纳伊干哪是对你也是讲3分钟所以你若看排起来做是什么？这是教会的牧师团队，甚至教会的中级还是领袖看排起来的时阵这边的人排较多人意思什么？因担心倒边的人排较少，所以经过差不多2点钟的时间伊开始讲干咱就干咱袂用的当阮开始选的时阵，边赢就是讲咱原在就接纳伊咱毋但接纳一间教会咱也接纳伊这款的牧师伊所安立的牧师。所以当比起来的时阵200几票250几比760几所以看到讲差真多所以真多教会阮华人教会咱人教会阮也是落尾阮也是退出来。我讲袂做，阮袂做你圣经所讲是安尼，但是人干以家己的标准做伊的标准所以圣经讲什么？咱头先对顶面来是道德是纯正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来定的。然后既然这个是属天智慧的本质然后伊就引申下面有七种的性质7种的性质咱真紧的该看去头一项是什么？然后头一个是和平和平就是有和平。第二是顺良这个顺良到13节的迄个温柔这个顺良有的人来翻译做温柔但是到13节的温柔伫原文无送这个字伊是2个字但是伫遮温柔伊有什么？温柔伊有和平甲谦让宽容的意思啦伫遮伊有和平有宽容谦让的意思，就是讲有法通对别人设想啦毋是孤单想伊家己，有法通对别人设想。然后伊是柔顺的，柔顺就是谦逊伫 RSV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伫英文的版本这个是伊该翻译做什么？倾听理由啦，倾听理由啦。意思是什么？就是愿意顺服的意思，是容易相处的意思，是愿意听别人的理由听看卖，然后那该接受的，按照上帝的心意，有法接受的。第4伊是怜悯的怜悯就是有温柔对人是有宽恕的自强的意思然后第5伊在世是做业价值，讲到行为顶面的良善用伫行为顶面有好的代志。你还记得毋知顶礼拜是顶一礼拜，我讲到什么是善事呢？咱看希伯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讲这款的好的代志是基督内面为咱所备办的，意思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爱咱做去做的时候，伊才是好的行为所以做业价值，然后无偏心、无偏见这个到第2章第4节，我讲，若有一个好嘅爱人来，甲一个丧向的人来到恁教会聚会的时阵，你敢你互迄个好嘅爱人坐好的位，然后互迄个丧向的人坐伫你的骹边头遐讲到毋通有偏心就是这个讲毋通有偏见，然后伊无有假冒无有假冒，意思是什么？无有装假啦人会装假袂你外面看到是安尼到底伊的内面到底怎咱真少人知影这个伫英国有一个叫做 Sir Arthur Conan Doyle 这到底是伊就是写这个 Sherlock Holmes 的这个故事咱有咧看一个侦探出的伫英国有一个 Sherlock Holmes 伊真够伊是侦探真够的这个作者伊这个作者伊是也天土的咱讲也结骨的伊一摆
影响咧 Telegraph 咱遐 Telegram 咱遐主席都无人咧用 Telegram 咯咱伊用 Telegram 早时伊就送互12个真好的朋友伊也写啥伊讲 Flee at once, your secret is discovered。伊讲你着赶紧走咯，因为你的奥秘你无爱互人知物件，人已经知影了啦。所以伊也无讲迄个物件是啥物，伊也无讲迄个人啥物事，伊12个名人可以甲伊讲你着赶紧走咯，因为你咧藏的做物件已经互人知影咯。然后伊讲伫一日内面24小时内面迄12个朋友逐个干赶紧离开英国赶紧离开英国所以意思是啥物这12个朋友兼说平常时逐个去好但是原来因有啥物因有一个物件囥囥的，所以若去抓到的时阵因就赶紧来逃命了。当然兼说这个物件看那种讲到较极端淡薄，但是讲到人会干会附加啦，人会附加所以圣经讲对上帝下来的是会智慧是和平顺良柔顺人民做结家子无偏见甲无有假冒无有假冒。然后伫第18节伊讲并且互人和平的。原来对天顶来的智慧互人甲人相处的时阵是互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意思是啥物对天顶来的智慧会显出公义的价值来会显出公义的价值来了。所以当咱看讲这个公义的价值咱若看伫第17节所讲的物件，到保罗伫加入太书第5章22节讲到圣灵所结的价值你看到会真爽会真爽其实雅各所讲的义果是等于保罗所讲的什么圣灵的价值啦，圣灵的价值。咱来甲比较一下，咱会看到讲比较的时阵伊是怎保罗伫加入太书你若看你的向伫你的倒边这个是咱看到雅各所讲的有清洁、和平温良然后伫你正边是仁爱咱来三甲读这个圣灵所结的价值：仁爱、喜乐、和平、吞忍、温慈、良善、信实、温柔、甲节制所以你若该看这个圣灵的价值甲雅各所讲的真侪个相同真侪个相同。所以伫遮咱有法人讲说，虽然雅各对头到尾对第1章到第5章当咱搁该慢慢拢总该读起去咱会看到伊无提到圣灵伊无提到圣灵但是伊所讲的这个智慧看咱像甲保罗所讲的甲圣灵真相同啦真相同所以伊本是讲圣灵所结的价值，一本是讲智慧所结的价值啦，所结的价值。所以意思是啥物咱要有一款的圣灵一款智慧属天的智慧是对上帝来是圣灵的价值伫咱内面是圣灵伫咱内面所以伫加入太书圣经内面加入太书有甲咱讲第6章第8到第9节加入太书第6章第8节到第9节咱三甲来读顺着情欲野种的，立刻对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野种的，立刻对圣灵受影响。恁行好，毋通伤志，若无灰心，到了时阵就要修成所以咱若顺着情欲来野种，咱的什么所受的也是情欲的败坏。
咱也顺着心灵业精的，咱会对心灵享受得到影响。所以这两款的智慧，咱若按照世上的智慧去行的时阵，所结出的果子是败坏。咱若按照心灵所予咱的属天的智慧，咱会结出义果来啊。所以咱要怎么问？咱有法通问咱家己啊，讲咱有结出这款的义果来无？义果来无？我咧看这个 internet 的时阵又讲这个物件，我感觉真水啊！我来分享给大家。伊讲属天的智慧的特质是啥物啊？伊讲咱问啊，你形式是毋是有光明磊落所以你若有光明磊落的时阵无安尼坑咧啊，这个是啥物？叫做清洁啊！你爱好和睦无？你爱好和睦无？那你有迄款的和平。别人有感觉你容易来亲近无？你是温良的你会压别人袂？你会压别人袂？还是压真理袂？就看就有法通知影你有良心无？你是毋是经常想到别人的需要？你有怜悯？你人生是有产生属灵的果效无？就是做会结善果。你会用偏见来断定人吗？这是讲到无有偏见。你的生命内面内外有一致无？这个是无有假冒无有假冒。所以我感觉伊讲真水啊！咱有法通问咱家己啊，看我是毋是有安尼啊？英文啊，伫英文啊，这个第88节啊，伊讲到一项啊，伊讲毋是孤单和平啦，定，伊讲到是啥物啊？伊讲互人和睦的人，以和平业精的，就收到义的果子啊！互人干呐？和睦的人啊 ，peacemaker 还是 peacekeeper 所以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有法通求上帝授予咱这个智慧的时阵咱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咱是要互人和好的伊对咱的品性，对咱的工作有法通看去。最后有一首歌真水伊是叫做Saint Francis of Assisi 伊的祈祷来甲写做一首歌，就是互我做和平的囝咱来看耶稣咱来读耶稣真水的一个互我做你和平的囝这个是 Saint Francis Assisi 的祈祷。耶稣怎样讲英文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憎恨的时阵有你的疼，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你欢喜。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所以这个是真水就是讲咱有法通做和平的囝希望咱有法通对于雅各的腔面内面有法通明白属对的智慧是什么，然后咱知影属天是什么，咱有法通追求咱有法通追求咱这是